嗱，作為維係香港同國家嘅關係嘅發展呢一個基本嘅大法，我哋叫做基本法啊，咁就係相當重要。咁所以咧，我覺得喺現在嚟講咧，應該由教育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同埋民政事務局咧，係一個跨部門咧組織一個嘅委員會。呢個委員會咧有法律專家學者啦，有前線教育工作者啦，係組織起嚟咧，係認真咁樣去研究，搭建一個平台。然後咧開始究竟係由小學推啊、中學推啊、初中啦，定還是高中？高中要唔要考咧？等等。咁我覺得要釐清呢啲問題，同埋咧就點樣係透過嗰個學科譬如話你通識科啦、中國歷史科啦，同埋歷史科咧，係將基本法甚至乎經濟科都可以嘅。你透過嗰個基本法咧，係滲入喺裏邊咧。譬如舉個例，你點解有基本法呢樣嘢咧，就應該由鴉片戰爭講起，跟住咧係到1898年嘅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然後咧租借香港99年，所以1997嗰個問題出現，然後咧係需要有一國兩制維繫咧係香港同埋國家嘅關係嗱。咁呢啲咧都可以滲入去中國歷史科或者歷史科裏邊學嘅。咁經濟科亦都同樣係嘅，因為香港行資本主義制度、國際金融中心，內地咧係繼續有中國特色嘅社會主義等等嗱。咁我覺得咧，呢啲咧都係需要咧，係大家咧係認真係面對嘅。咁我覺得咧，教育局咧係應該係一定要擔起呢個嘅主導嘅角色啊。咁然後係唔係可以即係話俾一個嘅清晰嘅計劃？然後俾社會大眾嗱，我哋將會咧係有一個嘅跨部門委員會，有法律嘅專家學者同埋老師，然後去點樣去推咧先係小學深入淺出，然後到初中咧能夠比較再生活化一啲，然後到高中，然後滲入去其他科目裏邊。咁我覺得咧係應該係咁樣嘅即係話計劃同埋咁樣嘅方式咧去推動基本法。